7月3號星期六，先祝大家新年快樂，2026年交易愉快。呢段片同大家睇睇主要指數期貨同埋一啲熱門股票嘅走勢。之後個別聲明每咩內容隨即經分享同埋教學內容，唔會構成任何乜建議。投資者入市之前呢，記緊留意清楚自己承擔風險嘅能力。先睇道指期貨，繼續響歷史高位度徘徊啦，1-2% 波幅，預期繼續去窄幅啦，響新年嘅時候。上落範圍咧48,000點到49,000點，闊啲嘅範圍咧下邊有機會落到46,800，上邊咧就有機會去到呢個50,000點附嘅。標準普爾500指數期貨都係響歷史高位度徘徊嘅，上落範圍咧睇6,800到7,000點，闊啲嘅範圍咧6,500到7,200點。納斯達指數期貨上落範圍25,000點到26,400，闊啲嘅範圍咧24,000到27,600。恒生指數期貨新年之後咧就係急升咗上去，不過咧去到星期五咧就做嗰個十字星向個頂部，短線上落範圍預期26,200到27,000點，升埋27,000點到27,200阻力咧有機會上邊試29,000嘅，下邊支持位咧25,000點。國企指數期貨短線上落範圍9,100到9,300，闊啲嘅範圍咧8,900，上邊睇9,600。富時 A50 指數期貨上落範圍15,000到15,800。睇啲個別股票，蘋果仲係回軟之中沉底嘅，上落範圍預期260到280，闊啲嘅範圍咧下邊睇240，上面睇300蚊。Amazon 波幅非常之大，不過都係未有方向，上落範圍220到240。Alphabet 上落範圍300蚊到340，闊啲嘅範圍咧下邊睇270，上邊睇370。Meta 上落範圍640到680，闊啲嘅範圍咧580到740。微軟上落範圍咧睇460到500蚊，暫時都係未有方向。咁啊，如果突破嘅話咧，下邊有機會試430，上邊530。Netflix 繼續趨勢係向下沉底嘅，92收市咧禮拜五穿咗啦，咁就有機會下試82水平，咁啊穿埋嘅話落72，上邊阻力92同埋100。Nvidia 嘗試向上突破嘅，同係受制於190蚊，短線範圍咧上落範圍睇170到190，升出190嘅機會試翻210。Avigo 上落範圍320到360，闊啲嘅範圍下邊280，上邊380。Tesla 490蚊阻力非常之大，有機會試翻去420，短線仲係睇呢個420到490上落。突破之後嘅下邊有機會試到370，上邊有機會上560。Palantir 向上突破失敗啦，咁就向下咧回試翻啲低位。收市跌穿咗170嘅機會試一試150，上邊阻力190。Tempus AI 跌穿咗65蚊，有機會向下邊咧嚟到運行上落範圍睇52蚊到65蚊，升穿咗65蚊有機會試80。Apple 禮拜五咧係急挫嘅，有機會試翻到去550， 650而家變咗阻力，突破到嘅話咧都會試翻760。Vistra 160支持非常之大，不過咧跌穿有機會試130，上邊阻力180。CyberArk 支持位420，阻力位480，短線應該都係未有明顯方向。睇啲金股 Newmont 響106蚊預咗啦，咁跌翻到104蚊之下。預期短線上落範圍咧95蚊到105蚊。Barrick Gold亦都係高位遇到阻力，咁啊翻嚟44蚊之下收，預期上落範圍40到44，闊啲嘅範圍咧36到49。最後睇下呢個 AngloGold 上落範圍咧78到92蚊，突破到92蚊，有機會試106。下邊低啲嘅支持位睇64。好，呢段片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